即摆有愈来愈侪观光客来台湾佚佗，有一个包车的业者伫咧面册来发文章，讲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好小姐，老早伫咧半个月前就甲注文机场包车接送的服务，想袂到东港竟然甲放混照。迄位香港的好小姐讲，无人机提早来降落，已经先买马术的车票离开了。讲后一届若有机会再搁甲包车，这是互这个包车的业者拢硬气，因为这个包车的业者已经到机场啊，而且人是提早2点钟就到位啊，哪会使讲取消就取消咧？啊，这个事件爆发了后，有真侪香港的民众嘛感觉这款的行为真离经，代替这个当事人到租车业者的面册甲回释咧。迎接各国来观光客桃园机场，人是吵，袂少旅客来台湾会利用机场的包车接送，抑过有业者到机场要接人客时，煞互人放混照。再跟他确认一次，他们也给我回复说 OK， 直接密我说就是说不要用车了。看双方对话记录，为香港来好小姐伫3月2日，甲业者注文讲，清明年假4月7日下晡2点为机场甲宜兰搭客的车，时间日子介绍拢讲好啊，为台中上北驶差不多1.5钟的车，驶差不多160公里到桃园机场。烦恼讲年假的时会塞车，就提早减到2点钟到位，结果是做这一行大约快8年。8年，基本上香港客人也接了不少了。香港的人帮我去，就是去骂他，就替我抱不平啊。想要到香港好小姐，迄日讲中昼饭点的时，香传消息予这个业者讲，无人机提早降落机场，已经买马术的车票，后盖有机会会甲包车。当时讲歹势甲多谢，因为业者已经到机场啊，认讲安尼做伤过离经，哪会使临时取消？对方拢无回应。双方只是用口头或者是通讯软体的方式来达成约定，在法律上双方也已经形成一个契约关系。如果客人之后没有正当理由不出现，会构成片面的违约。走车已经走8年啊，头一摆对着这款情形，互业者真无奈。因为其他香港人代替这个好小姐会失礼，认讲伊影响到香港人的形象。业者有这摆经验，会承受定金，偏偏讲佫发生类似的情形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